先入为主啊，进入这个脑海之中啊，将来就发诸为行为，行为一定偏差。现在行为偏差很严重，学生的行为严重偏差，加上互相的传染、媒介、诱惑，怎么挡得住这种洪流啊？所以做家长的非常的忧心呢，但是无可奈何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对我的小孩子讲得很清楚，虽然他们很小，我照样跟你讲，可是我讲的方法和老师不一样。培养你的正念，不要有邪念。你小孩子你要把他免疫系统给他巩固起来，他就是碰到了，他有抵抗的能力。如果你不从这方面固本务本的话，这小孩子保证是受害者。他再聪明，更容易上当。聪明